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2018年的汉光演习，阿兵哥陈良峰因为跳拉架伞发生着意外，当时一位130层楼瓦悬的高空坠落来，紧急抢救，奇迹活落来。因为伤到头壳甲肋骨的神经，真侪人想讲，伊恐惊爱一世人倒伫个门床顶咯。但是医疗团队甲伊的父母并无来放弃。陈良峰家己更加来展现着伊坚强的生命力。短短2个月，就甲呼吸器甲拔掉，开始来做复健。1年后，就会当徛起来，阁会当行一小段的路。即卖陈良峰已经会当正常讲话，但是捌字、写字拢爱点头开始来学起。做伙来看这位钢铁伞兵重生的故事。那个伞没有打开的那个过程的，没印象哎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后悔？没有哎。虽然说经历过这个事情，不过像跳伞，我觉得算好的回忆。1、2，自己走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活动一下。用尽规身躯力踏出几步，伊是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伞兵陈良峰。伫规个伙的人甲部队的兄弟陪伴之下，陈良峰一摆行比一摆较远。即马有法度行路，有法度讲话，伫台湾的医疗史上是一个生命的奇迹。中指会比较一样会比较弯的，其他指比较可以伸直。我左手的话，左手就食指比较可以对，然后其他3只还是比较容易弯起来。要扶正没有扶正？就手腕那边。讲起2年前的汉光演习，是生命中上界黑暗的时刻。汉光演习，清泉岗进行跳伞预演，伞兵集体从运输机跳下，但其中一名伞兵主伞没打开，副伞也没开，人像自由落体一样，从1200英尺高空迅速直往下坠落，摔在清泉岗的操场上。部队长官他们刚开始不敢跟我讲说良峰的情况，他说没呼吸，没有心跳。我们现在只想看我们小孩。任何一个父母，因为我想说他都没办法去接受这种消息啊，所以说我那天好像整个人生被雷打到，啪一下。陈良峰位于高空130楼高的所在，摔落到地面上，又再个断气，头壳灌水，胸坎有受伤，鼻有破气，急性的骨髓损伤，昏迷指数是上低3分，当时差不多拢袂震动，规家伙啊陷入噩梦。都插满管子，全都插满管子，我真的心很痛啊。戳一下这个痛是正常的，我哈。不知道是第几天我忘记了，他开始可以讲话的时候，就说可以用那很微弱气声讲的话说，他说爸爸妈妈对不起。我当时想说，他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发生这种意外很麻烦，就是麻烦到他们之类的。在之前这一段就是有点类似断片，整个忘记。对，就没印象。对啊。那个伞没有打开的那个过程的，没印象哎。好，我帮你转过来 ，OK。好，再往上，手腕。对，就是看了会舍不得，会忍不住去帮他，就手会去帮他。可是老师跟他们都是说建议不要太多的协助，因为这样他没有办法进步。很无奈，就是说小孩子明明那个意志力够坚定，他想尽办法去克服，1次挫败，2次挫败，甚至挫败一个动作挫败10遍以上。可是说实在的，你看他后面那个表情和眼神。你真的是不舍得呀。可是哥哥让我很钦佩的是，他就是都忍住这样，
就是那还不会去怪谁啊，就是就是忍住，然后就是熬过每一关。就先走过去，然后再练单脚站的那个动作，这样好。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这个我觉得要很，因为他遇到的困难真的比人家多很多了。说真的，他跟我们单纯讲的脊髓损伤的病人呢，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。卡住就没什么进步的时候，我觉得蛮挫折，就是在想说到底是自己不够好，还是说会不会就担心说我会不会自己就卡在这边就不会再进步了，对吧？只不过这个也是，就只能一直告诉自己说还是要动，要不然就一直在床上也不是办法。妈妈最大的心愿就是你的身体可以达标到自主，然后你懂得去回馈，训练到自主，他有办法去自主他将来的人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说小孩子还没有办法自主，你连起床、刷牙、上厕所、基本洗澡这些自理方面都还没有达标，那其他的说实在还太早。无得，是天公伯啊，祝福伊的苦难，嘛给伊一个机会。当年28岁金良峰，伊医生拢条件赞叹的速度的回风，为2018年6月份差不多拢瘫痪，7月份就脱离呼吸器，8月就将气切管提掉，家己喘气，靠不1年时间，已经会使家己站起来。全身都要去找那平衡感。伞兵要从高空跳下来，你记得你开始训练的时候要跳下来那一段需要勇气吗？这个蛮需要的，因为我印象中好像在飞机的机门上那个机门打开，风很大，然后那个声音很吵。其实往底下看就是很大片的空地，然后这样跑来跑去，而且很远。那就想说，这样跳下去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我觉得就单纯是运气好，对吧？就那么高摔下来就可以回不到这样子，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可能运气好吧。因为我是一个蛮喜欢就是挑战自己的一个人，所以想要说，那时候因为初期是抽签嘛，然后抽签想要陆军比较有挑战的就是伞兵，就伞兵好了。有没有觉得后悔？没有因为我这段其实虽然说经历过这个事情，不过这样回想起来，其实伞兵带给我的一些回忆也是蛮多的。像跳伞，就是一个我觉得算好的回忆。不过老了之后吧，跳伞我会常讲，我算是蛮固执的。你的家人有反对？我妈是反对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当初就是固执，就直接还是做自己。1万中的万一。当然，我刚才开始，而且一开始他这个兵种挑战性高，当然危险性也高。那小孩子长大，当然他有勇气去挑战某些事情是好，只是说身为妈妈的立场，当然是保护心太重，不是说不愿意他去为国家去签那个军种。什么六星。要不然我之前原本是连这边是全部都看不懂，真的、我现在是可以大概就整句这样判断下来，就可以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就是慢慢的学习，把它再学回来。然后人的话，就是要重新认识了。对，所以当初我爸我妈回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就是要他们讲话之后，我才知道他是我爸爸，然后他是我妈妈。OK 吗？部队嘛唔捌甲放弃，长期派2位兄弟协助复健。开始是真的蛮辛苦、很累，甚至走到就是没几步就开始呼吸不顺的状况下。他一直都要很努力，想要就是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样。他自己本身有想要再站起来的意志力。他对我们的那个演习部队鼓舞很大。这个手本来都不能动，而且都僵在那里。那现在可以吃饭了，对不对？可以拿汤匙，对不对？就是右手这只也这样，然后左手现在可以辅助。我们在部队训练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有一些可能不小心受伤啊，或是怎么样。
国军所有的同袍都不会放弃我们自己的弟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不是只有梁峰一个人的努力，是我们特战部队，还有包含我们3军所有的官兵都一起跟梁峰站在一起，来帮他加油。金良峰本来是规身躯拢无力，可能都要规世人倒伫病床顶。不过我靠更天般意志，绝对无屈服的乐观，勇往向前，展现生命无比的严毅，一点一滴伫回放，像囡仔同款重新学习。虽然福建之路还阁真长，也不伫金良峰的身上，咱已经看到生命无限的可能。爸爸还是那句话，4个字：永不放弃。好，你要给爸爸做到。好，会。答应爸爸啊。会。好 ，OK。妈妈爱你。好。你一定要为自己的将来的人生努力。好。身体加重，健康起来。好，会。然后等你好脚，再骑机车载我去吃饼。好。虽然说我很凶，但是我很爱你的。好，有，我知道。 OK， 我一定可以的。好，那加油。会。